好，我是罗西。大家好，我是正义超人罗国顺。来，家家来买菜哦，今日抢菜种新鲜哦，家家来哦。跳家用，哇，按煮的还蛮买刷啦。来，你爱用的刷咯。饭菜一斤30。一斤30，啊你咧，你爱嘛来讨下。番薯叶嘛一斤30。一斤30克哦，啊你咧，你调出来看可以酱哦，你爱用的买。一只30。一条30哦，哇，按贵，恁的副店的么？一条30挺贵的啦。阮全部算放在一条放在30克好吗？算在30多。好啦。什么啊？那先不用哦。啊，叫做苦瓜一酱哈。要用的买。也苦瓜一条30。一只个30克哦。不过隔壁个淡一条上卖20的，你说算啊便宜点吗？哎呦，你买一只苦瓜爱送你一把葱。葱的哦，无爱用好的，你一把葱几多10克。无爱买一把葱的，你送爱一只苦瓜。哪一碗便宜的10斤哦？弄个么？佮淡的都爱用啊。你问，佮拢爱嘛当好。50哦，爱用会算得到。好啦。好幸哦，20克。好。好，什么啊？爱用都是全部50克的。好。啊，放落去咧，放来看一下。然后两底全部按细只，有下台嘛？有啊，给你有一只。啊，叫用来买，哦，了哦，这个用来买。2万克啊2万克哦，安安问，你这个留点。啊，你2条嘞？你2条有一道？要用条一条30。一条30，安买。按用一对30好诶。30哦，30、20、30，哎，一共几多70。哦，按用就算70块。好啊。啊，剩了2用嘞，了3用，了会嘛个？做空电的。了用嘛？了水翁瓜一对30。一对30。啊，用了是70个，啊，红果30、100，啊，剩的买个全部10克好的，放2种全部，基本就做喺数档了嘛，放2克全部。好啦。哦，你睇我嘛个啥么？我打过来嘞。加速度下来。哎呀，落去，给写。